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6月14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53篇，撒母耳上卷13章23节，14章1节到23节。加拉太书第6章11到18节。今日的主题是看谣。咱所挖课的到底是啥物货？咱所感觉真应要的代志是啥物货？亲像伫政治顶悬，中国咧讲的大内宣还是大外宣嘛？伊就是咱所要追求的是无共款的物件呢。我想这是咱所需要来思考的代志吼。咱咧看口的到底是啥物货？这一年外来，咱有看到足侪的国家伫咧面对武汉肺炎疫情的时阵，大多数拢是排伫伤过有自信吼，伤过看口，伤过急要来开放，来讲伤过有把握啦吼。就含咱讲全世界医疗上好的美国，嘛是因为当初时伤过相信 WHO 的话。也伤过有自信，讲这只不过是种类似感冒的疫情，甚至一开始的时阵，佫感觉戴喙安无重要，所以引起美国国内疫情的大爆发。甚至到目前为止，依然佫是全世界死亡人数上侪的国家。虽然现在得到真侪的疫苗吼。咱讲全世界得到上侪疫苗的这个注射率嘛是世界上悬之一啦吼。但是确诊的人数却一直无法度一直落来。伤过看口家己，伤过看重外表，过分看轻对敌。现在讲是武汉肺炎病毒。就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咱看伫政治国际的政治顶悬，中国的这个共产党对香港的暴力侵略，中共军队飞机也好，军舰也好，这几年来伫南海到处侵略邻国，到处示威欺负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对台湾，咱毋但武器的这个侵略以外，外交空间也真侪打压。对伫西方国家，伊嘛用所谓的这种战狼外交来欺负所有的面对的国家。伊所看口的是伊的人口经济，甲落水饺式的这个军事的增长。因为安尼，所以因拢真靠因家己的眼界，相对嘛带来西方国家甲其他国家的联合的抵抗，造成中国国内经济的崩盘，电子业也受到全世界的刑罚吼，甲封锁，这种的情形真亲像当初时的扫罗，伊掠做家己真厉害，真有地位，所以伊无要等上帝的罗卜撒母耳来，伊就家己献祭。因为安尼，伊得罪上帝。也亲像当初时的非利士人，因为因的人官强大汉，真有气力。看到以色列人除了这个扫罗甲约拿单以外，因其他人拢无兵器，手无寸铁，所以因安尼骄傲。因看口家己的强大，无想到两个小小的约拿单甲另外一个士将，因安尼伫非利士人的阵营内底，互因安尼创甲安尼惊吓乱七八糟，甚至自相残杀，也亲像咱咧面对武汉肺炎的病毒共款，这个真细的病毒却
攻击力真大，所以咱毋通来看轻，也毋通伤过外口。遐个看轻呢，无论是人，或者是国家，拢遭受真大的损伤吼。自细汉老爸母定来甲我讲吼，迄个下肥的狗吼，无啥会咬人啦吼。也是讲真正会顾家、有攻击性的狗，无啥会肥啦吼。咱会当对台湾即马各区的防疫来看，嘛是亲像安尼啦吼。有一寡真爱大声乌白话举行记者会骂东骂西，怪天怪地吼。但是真正互伊得到即个疫苗了后，伊的疾病力确实乱七八糟，甚至有足侪的弊案发生吼，私底下安尼来利益私人安尼吼。但是另外一群呢，真安静伫遐听候的即个事情的领导者。伫疫苗还未到的时阵，就已经做好规划、做好准备。一旦领到疫苗了，就马上行动，伫短的时间了，就控制吼，就注射了，控制也真好势。疫苗注射嘛，有真好的即个进度啦吼，咱所看见的吼。搁倒转来伫圣经内底，初代教会犹太基督徒非常强调传统。当然，即个传统包括济啦，特别是讲到割礼吼。初代教会的犹太基督徒甚至要求即个外邦的基督徒爱甲因共款受割礼，才会当进入伫教会。即种夸口式的传统外表仪式，根本就毋是基督信仰的本质啦吼。基督信仰的本质是爱夸口迄个为着咱死割活的基督，毋是割礼吼。请咱会记这项代志。透过割活，咱所得到的救恩，这是咱要夸口的。像约拿单甲迄个士将兵讲来啊，咱来比一比吼，即个未受割礼才会赢内底，无得甲上帝会帮助咱。如果伊若帮助咱，啥物人挡咱拢挡袂掉，不管咱的人数济少，伊一定互咱得到胜利。这就是伊的夸口，夸口毋是家己的气力，夸口毋是家己这所有的。大比伫伊的诗篇嘛安尼讲着，讲这狂妄的人自言自语，无有上帝，因拢腐败。做通厌恶的事，连一个行好也拢无。上帝伫天顶来看世间的人，要看有智慧的无，有追求伊的无，还是人拢背叛伊，逐个人拢共款的腐败无行好，一个人拢无呢。咱会当看今仔日会所看的经文，大比所讲的遐个。电狂的人自言自语，甲现代政治人物足共的啦吼，做无好代志。到底咱夸口的是啥物货？咱自言自语会真电狂吗？咱的心中无上帝吗？咱伫逐种的困境的中间无法度得胜的原因到底是安怎？伫面对真严峻的即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时阵，咱特别爱为着遐谦卑、诚心伫第一线服务的医护人员献上感谢，也为着因迫切来祈祷，求主的恩典来保守因，来恩待因。对这个以外，除了这个以外，咱也搁一摆被提醒，咱所要夸口的是家己的软弱，咱所要夸口的是上帝的救恩，只有安尼，咱才通得到救。最后用诗篇20篇第50到第90的经文来甲大家三角勉励。特别讲，因为你的救恩来夸口得胜，要奉我的上帝的名来徛我赢的旗。耶和华成就一切所求的，当我知耶和华救护伊的受抹者，
对伊的天顶来应允伊，用伊的正手的气力来救伊。第七节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阮要讲的是耶和华，阮的上帝的名，阮要来屈家拍倒，所有的人拢要屈家来拍倒，阮要徛起来，来得到徛在。耶和华施行拯救，阮呼求的时阵，愿主应允阮。愿上帝帮助咱，当咱看靠伊来得胜的时阵。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6月1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3篇，撒母耳记上卷13章23到14章的23节。另外加拉太书第6章11到18节。今天的主题是夸耀。我们到底依靠什么东西？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是在中国的所谓的大内宣或是大外宣吗？在这1年多来，我们在武汉肺炎的疫情之下，看到许多的国家在面对武汉肺炎疫情的时候，大多数的失败都是在于太过于自夸，太过于急着开放那当然是因为太过于有把握了就连堪称全世界医疗最的翘楚，我们所居住的美国，也因为起初太过于相信 WHO 所传的错误信息，也太过于有自信，以为这波的疫情只是一种类感冒而已。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还看清这个戴口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个没有用，因此引起美国的疫情的大爆发，使得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死亡人数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目前呢，虽然握有全世界最多的疫苗，还有施打率也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确诊人数却一直没有办法继续的往下降。太夸耀自己，太看重外表，太看清敌人。目前我们讲的这个敌人是武汉肺炎病毒，那就会造成极大的失败损失。我们看过去这一段期间的国际政治，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暴力侵略，中共军队的飞机、船舰多年来也在南海到处去侵略邻国，到处去示威凌虐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对台湾的国家外交空间也多所打压。那对于西方的彼此交往，也以所谓的战狼外交来凌虐其他的国家。他所仗的就是他的人口经济，还有他下嘴角式的这种军事扩张，还有失控的化学武器。疫情发生至今，病毒的扩散，猎人疫苗的攻势，对于其他国家的无理，都蒙蔽了他们自己的眼睛。相对的，也遭受了西方国家的联合抵制，当然也造成了中国自己国内经济的萧条，特别是电子业也受到全世界的打法跟封锁。这样的情形其实很类似当时候的扫罗。我们这几天在看扫罗的故事，他自视太高，他不等上帝的仆人撒母耳就自己献祭了，因此就得罪了上帝。这样的情形也如同当时候的非利士人一样，他们高大骁勇，
那看到以色列人除了扫罗跟约拿单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手无寸铁，所以他们就骄傲，他们夸耀自己的强大，他们看轻以色列人。但是没有想到有2个小将，就是约拿单扫罗的儿子，还有另一位年轻的侍卫，就弄得非利士的这个阵营呢大乱阵脚，甚至自相残杀。也正如我们所面对的武汉肺炎这个病毒一样，我们以为它很小，没什么事情，可是它的攻击力极大，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那些轻看觉得无所谓的人或是国家，都遭到了极大的损失。记得从小父母亲常常告诉我说，那个会吠的狗不太会咬人啊，或是另外一种说法是说，真正会顾家的具有攻击性的狗呢是不太吠的。那我们可以从最近整个台湾的疫情的爆发，从各地区的防疫来看，似乎也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特别爱开记者会批上批下的把责任推给别人的，然后在真正获得疫苗之后，他们的管理却是杂乱无章，甚至发生弊端私相授受。然而那些安静等候的那些市政领导者，却在疫苗还没有领到的时候呢，已经做了完美的计划跟预备。一旦疫苗到手了，就马上将计划来实施，使疫情得到管控，疫苗的注射也都有显著的成效这个是真的是天壤之别了哈。初代教会犹太基督徒相当强调所谓的传统，包括了所谓的割礼，他们甚至要求外邦基督徒也要接受割礼才能加入教会。这种过分夸口传统，过分夸耀外表，过分在意仪式的，这个根本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其实是应该夸耀那为我们而死而复活的基督，也透过他的复活，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是我们所要夸耀的。如同约拿单扫罗的儿子和那一位侍卫兵，他对他所说的话，他说：来呀，我们潜入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的营帐去，也许上主会帮助我们。如果他帮助我们，谁都挡不住我们，不管我们人数多少，他一定使我们得胜利。我们听听看约拿单这句话，他所夸耀的不是我有多好的武器，我有多有能力，他所夸耀的是我们人数多少都没关系，因为只要上帝愿意帮助我们，谁都挡不住。所以他夸耀的是自己的软弱跟上帝的权柄。大卫另外的诗篇也这样说道，他说：狂傲人自言自语，没有上帝，他们都腐败，做了可厌恶的事，连一个行善的人也没有。上帝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要看看有明智的有没有寻求他的人，可人人都背离他，个个同样的腐败，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是今天的诗篇，我们就看到了，真的是很像现在的一个描写。我们在读前面第1节，狂傲人自言自语，没有上帝，他们都腐败，做了可厌恶的事。这不就是前一阵子的疫苗之乱吗？开记者会骂东骂西，骂上骂下的，然后推卸责任，结果呢，疫苗私相授受，这是腐败，做可厌恶的事情。
我们到底要夸耀的是什么呢？是自言自语的狂傲吗？还是心中我们有没有上帝呢？当我们在面对各种的困境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都无法得胜的。在面对严峻的武汉肺炎的时候，首先牧师要对这些谦卑诚心服务的第一线医护人员表达感谢，也请我们迫切为他们祷告，愿主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除此之外，我们要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要夸耀自己的软弱，我们要夸耀上帝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救。最后，我们用诗篇20篇第5节到第9节的经文彼此来勉励。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主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的是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他们都屈身伏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当我们夸耀复活的主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得胜。